咁雖然適逢聖誕長假期啦，不過疫情仍然肆虐，咁加上限聚令呢仲生效緊啊，唔少慶祝活動都要取消啊。既然呢要留返喺屋企啦，不如嘗試下親自喐手製作一啲具節日氣氛嘅佈置，增添節日嘅感覺啊！一齊睇下。咁我揀個擺聖誕樹嘅位置咧，就想喺一入門口就睇到嘅地方啦，揀翻啲比較冇咁大 size 嘅，希望盡量就可以令到個空間感會大啲。空白嘅地方就再做一啲掛飾嘅嘢，喺衣櫃門咯，或者電視嘅旁邊。但係我就唔會話成個屋走去，即係咁你廚房又已經好多嘢喺度噶啦，成個裝飾會睇唔到嗰個效果出嚟。咁講到經典嘅擺設聖誕老人，室內設計師阿 Jun 認為透過新舊配搭更顯個性。咁我自己就揀咗啲裝飾啦，其實會用一啲新同舊。咁可能聖誕老人都有啲可能係 old school 嘅 feel 啦。咁我自己又會揾一啲比較得意少少嘅聖誕老人，或者可能一啲雪人啦，去做翻一個平衡，希望成個效果都唔會話太 old school 咁。為咗迎接新一年，設計師利用咗日曆、慶祝字條同埋寫上祝福語嘅裝飾品，設計咗一幅新年特色牆。呢埲牆身會偏白色啦，咁所以我就會用咗木嘅 feature 去刻意突顯翻呢度啲字嘅顏色。我都想係新嘅一年啦，都會 happy 啦，或者係會有啲 good day。自己擺喺個位置度，因為我覺得佢個 size 其實好似燈仔，咁我就可以編排好似一個 graphics 咁樣。除咗利用牆身、家私放裝飾品，仲可以利用窗嚟做佈置。窗做裝飾其實係一個比較適合嘅地方，因為其實佢咧係比較 clean 同埋比較乾淨嘅地方啦。咁所以我就好中意喺窗嗰度掛一啲燈飾或者裝飾，嗰個星星係會發光啦。咁同埋後邊個背景都係好黑色嘅，突顯咗成粒星嗰個光嗰個效果。就連喺浴室都可以增添節日氣氛。設計師喺鏡櫃同埋企缸門框放上裝飾品，但浴室濕氣比較重，適宜挑選膠質等比較容易打理嘅物料。設計師又提醒，喺佈置之前應該先考慮屋企固有嘅裝修係咪適合放一啲比較西式嘅裝飾品。如果擔心佈置格格不入，但係又想應下節，設計師就建議可以特別挑選屋企一個角落集中佈置。有鹿啊，或者可能松鼠嘅動物咧，就擺咗喺嗰個 corner 裏邊，營造咗個節日氣氛。呢個就係一啲動物嘅日曆嚟嘅。咁我覺得呢一個木啦，再加一啲 plants 咧，咁其實我就覺得好似好得意，咁就做咗好似一個森林。再簡單一啲就只係佈置餐台。設計師唔建議喺餐台放掛飾，以免增加累贅感。簡單嘅佈置反而可以帶出節日效果。呢一杯望起上嚟似係雞尾酒，但實際上係蠟燭。一齊聽下導師嘅設計概念啊！